來繼續來看南投市帝君文化節7月初10要來起鼓，希望透過這個宗教活動，讓更加多民眾了解關聖帝君忠義的精神。由寶島民俗基藝團和南投市公所同齊舉辦的2026南投帝君文化節，會在7月初10到7月12盛大起鼓。接連3天的宗教活動，初10暗時有真人加個巡遊，11號關聖帝君會去外地交流參香，12號會有陣頭同齊來到南投市會南投祈福。今年剛好是我們寶島民俗技藝團的3載元科，然後借由這個機會，我們剛好順勢來共同舉辦這個南投帝君的文化節。記者會現場主持人嘛獻唱寶島民俗基藝團的主題歌，同時嘛戲曲文化節3天的活動也非常豐富。可以聽到呢，有我們這個歌曲歌聲響遍我們這個地方，代表呢是我們的福音傳遍。南投市建市頭一擺舉辦帝君文化節，邀請全國民眾同齊來到南投鬥熱鬧。